琴日就係20度至27，唔係，應該係19度至27度啊！琴日即係2025年3月24號，今日就係21至28度，聽日都係21至28度。今日係3月25，2025，聽日就係2025年3月26，後日就係2025年3月27，2025年3月27啦，係22至28，2025年3月28就係23至27度。